借问一下，是的，你是拄拄啊迄个头壳顶咧卖酸啊迄个吗？是的，台湾 Mango No.1。啊，你即马穿即书是咧卖啥物？乌骨鸡。听人讲顶年你是最佳的即个台语的演唱查某囡仔。是的。你即世人是看我倒一出戏，互我影响到。但好不容易总算甲我的话式台语的老师祖师爷顺哥请来啊，蒙山蒙柔蒙蜜香，祝大家金曲财宝满大厅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在场的入围者，也是得奖的，也是这音乐人，恁拢真重要。你这世人的一句话，你这世人的一个表演，你这世人的一个作品，拢足以呢影响到呢真侪这囡仔。所以呢，我古早甲你教歹去，你嘛变甲真厉害。我今仔日要用韩国语来甲大家开讲。嗨，韩暑假，韩暑假。金主就최후의 벤조 진짜有够爽。上尾啊，迄句我听有啦，真正有够爽。我讲金曲奖，找我来颁奖，实在有够爽。哎，安尼啊少。即马咱的金曲奖呢，非常的多元嘛，非常的国际化。是。啊，因为呢，咱看呢，咱在座呢真侪这选手，今仔日有入围的。有咱的这个本格派、少年派、青春男女派，还佫有呢先大先派。伫迄遮呢，即摆足紧张的，准备咱要听一个，咱就来马上来颁这个奖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最佳台语男歌手。稍等咧，我爱摕较远的无？我要小黄旗看一个啊。小黄旗逐摆吼。看到我，人讲要参加我的明星棒球队，我讲啊，你要徛倒位？伊讲伊要做捕手。结当诶，咱等下开会一下吼。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演唱类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小黄旗。老师，阮的棒球队要你做教练啊。多谢大家。这支金曲奖是我人生第5期的最佳男歌手金曲奖。自今日开始，我的五金行开张啦！要来颁发到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。咱看到入围的这几个选手，坐伫迄个所在，拢是好朋友。但是今仔日呢，看到咱平平姐也坐伫迄个所在，我顶回来才主持，就是咱上山主会堂圣庙母牛主逼，无简单，20几年呢无入围，今仔日佫拼出来。所以这个所在够有母牛的感觉，非常的庄严。そうですね、すごい。刺身は三味三菱。ね、で小ボリメリンキ、マンガプレアパシ。で小ボリメリンキ、マンガプレアパシ。で小ボリメリンキ、マンガプレアパシ、そうですね。来，接下来要。最佳台语专辑就是呢。这个真大的奖。是。姐啊，人有得奖的拢去庆功宴咯，庆到天光。你等去，敢若烫这衫烫到天光啊！28年以后才过来啦。伊衫烫到我讲，又入围了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最佳台语专辑奖得奖的是做一个小情软心的人。
华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！专辑中每一首作品都叙述不同的感情观，从亲情、友情到看世界的方式，演唱技巧成熟又有突破，每一个音符唱词都能打中听者。啊，你有两支啊，一支本我啦。好啊，反正我厝的足多啦，这生意成就。